大家平安，欢迎收听迦南之声，我是尤伯牧师。今天6月8号，我们要分享的是谁能倾听我的心。我们要读路得记1章19节，只有1节哦。我们先来读今天的金句，记载在诗篇139篇23到24节哦。一起来念：上帝啊，求你查验我，知道我的意念，求你考验我，洞悉我的心思，求你看看我有没有狂妄的思想，求你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。诗篇139篇23到24节。摩押是在今日死海东岸的约旦河约旦的境内，是一个多山且狭长的地带。虽然由摩押到伯利恒的旅程，经文没有详述的描绘，但是这个旅程相信是十分艰苦的。拿俄美还有路得两人向北行，走过死海的边缘，他们需要由摩押山地一直下行到海平面以下1290尺深的约旦河谷，即约旦河流入死海之处，经过的名称叫做苏，这样的一个约旦河床。通过它茂盛的地带之后，便要开始行走比较崎岖的沙漠地带这个地带叫做戈壁大沙漠那个戈。那这个地带宽15里，要完成这一段的旅程后，他们才会来到位于山区海拔高过2300尺的伯利恒。所以我们看到他们要下山到海平面，然后要再爬上山区哦。两位寡妇一同翻山越岭，辗转这辛苦的旅程，回到了伯利恒。那回到家乡的时候，刚好是4月份收割大麦的时候。那时候我所有的男子都会在田里收割大麦，但是我们看到经文写着妇女们，解经家 Knox 他把它缩小范围到妇女们，因为就是这些三姑六婆。一看到他们两人就交头接耳，甚至妇女们惊叫的说：哎呀，她真的是拿俄美吗？真的是拿俄美吗？原文的意思惊讶，就是议论纷纷，大大骚动，并强调极度的兴奋及许多的闲话环绕其身有这样的一个意色。当我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，我心中就在思想哎呀，这些三姑六婆会不会从拿俄美一家移民当时的情景开始谈论，然后到摩押，早知道就不要出去啊！看看如今沦落到这种下场，你看看就是对上帝没有信心了。他们一家就跑到摩押外邦之地，难道他们忘记了上帝的律法吗？你看现在被上帝惩罚了吧，搞得连丈夫和孩子都死掉，真是凄惨。还好我们当时没有离开我们忍下来不然我们可能也会像他们一样，也说不定我在想说，可能这些的三姑六婆，这些妇女们就会私下有这样的一个议论了。碰到拿俄美已经离开10多年，出去的时候有先生有2个儿子一起陪伴，
如今却是单身寡妇，还带了一个年轻的新寡妇回到家乡，而且又是外邦人。可以从他们的脸上显出经历风霜的愁苦。当初风风光光、满脸笑容的拿俄美判若两人。当人们问到这是拿俄美吗？他就以自己的名字玩了一个突出的文字游戏。不要叫我拿俄美，拿俄美本来是甜的意思，小甜甜哦。要叫我马拉，马拉就是苦啊。例如在第1章13节，我们注意到，他相信自己所经历的苦楚是出于这位上主的手。这位全能者使我受了大苦。此刻，谁能了解拿俄美的心情呢？谁可以真正倾听他的苦情？我想除了上帝之外，就只有路德了。所以我们看到路德的不离不弃，他以恩慈的心来对待拿俄美。其实在人生最困苦的时候，愿意倾听人的心声，其实那是最大的一个祝福。路德愿意倾听拿俄美他的心声，在第1章的12到13节里面，我们看到拿俄美说：“回去吧，我的女儿，走吧，我已经太老了，不能再结婚了。就算我还有一点希望能在今晚结婚，而且会生个儿子，你们愿意等他们长大吗？你们等得着啊？等着啊？不去嫁别人吗？不，我的女儿，这是不可能的。上主惩罚我了，所以我很为你们难过。”他为了这些的媳妇着想，他没有办法给他们有丈夫有新的未来。感谢主哦，因为有路德的陪伴、倾听和体贴，帮助拿俄美在困境当中并不孤单，也渐渐的开始改变他的想法及他未来的命运。我们来默想，我们从路德的身上学习到什么样的榜样呢？或是我们会像这些妇女们一样的议论人的遭遇呢？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主啊，当我悲伤难挨，诉不尽最深的悲哀时，恳求你倾听我的心。当我希望满怀，道不出最美的期待时，亲爱的主，求你倾听我的心，求你聆听我每一个心跳，那是我最虔诚、最渴慕的祈祷。求你聆听我每一个心跳，告诉我你什么都明了。我们这样祷告，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们。感谢您的收听，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，欢迎订阅并给我们鼓励与代祷。我是尤伯牧师，祝福您一天都充满平安、健康、喜乐。我们下次再见哦。